各位观众，欢迎继续收看《台视11点台语新闻》，我是郭怡中。新闻都开始，赶紧带大家关心11点上新的消息。高雄市市长韩国瑜这几天一直有争议的议题，引起人咧回。今仔日道命嘴逼消息，讲伊拢无咧批公文，拢是交予副市长李四川咧批。另外，有媒体讲伊去挖到政治现金买高粱。韩国瑜接受媒体访问，讲若是有提钱，伊就永远退出政治界。市长刚刚打地鼠说被抹黑，刚刚是在想什么？没有了，打地鼠，现在每天被打，我感觉我很像地鼠，乒乒乓乓从头到尾，这个黑韩产业链哇蓬勃发展，有感而发。来，邱明玉报说，就是公文都是李四川在批，然后这边我们怎么回应？我每天都在批公文啊，那邱明玉邱小姐到底搞得清楚搞不清楚状况啊？我每天最少平均要10件公文以上啊，其他还有分层负责的。市政府是一个有机体啊，每一个副市长、每一个局处长有他职责，秘书长跟3位副秘书长都有他职责所在。到我这里，我每天也都在批公文啊，怎么会这样说？我不批公文呢？我是觉得非常的奇怪，真的。你再仔细想一想，反正就随便讲韩国瑜，也不用钱的，还可以名利双收。就像我就突然感觉到我在吃茶叶，我习惯吃茶叶，说我在吃槟榔。这个随便讲都不用负责任。邱明玉到底了解不了解高雄市政府市长办公室每天批公文的情况？你也不了解，你就随便讲，我觉得太奇怪了。台湾那个政论市场的真的是不可思议，好不好？我是觉得我要强烈抗议。就上你有提到，在致辞的时候提到说，因为科技发达，教育的剧烈改变，你会觉得政坛也剧烈改变，出国度假也感受到科技发达的影响吗？真的内行就可以看我们在巴厘岛打麻将那一张，右手做的我太太，左手做的我的儿子。可是那个照片不是一般手机照的，现在是人手一机。正常情况，大部分人基于好玩、好奇或者留作纪念，都是用手机照。可是那2张照片的画素非常清楚，那是专业照相机。是有朋友提醒我，我才惊觉哦，这不是一般手机照的。当然。朋友就说：“这是不是有人在跟踪啊？是不是怎么样？”所以我当然希望不要这样，国家机器、国家的资源不要这样滥用，一路这样盯着高雄市市长，目的何在？可是这个照片大家仔细去看，不是手机照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让很多人心里面起疑窦，甚至新闻界朋友说他觉得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怎么会被跟踪的这么厉害？现在韩国瑜从头到尾一天24小时被检验，而且过年。春节，我讲我在高雄市没有打过一场麻将，这什么意思？我当高雄市长，来到高雄，在高雄没有打过一场麻将，没有一场赌博过，这是非常清楚的，好不好？好。现在手机的话术其实非常好，所以议员说会不会都是受到成被害者的角色？市长豪雨是不是水情中心3级开设？对，现在我们3级开设，因为现在高雄在茂林跟六龟，这个时雨量太大。所以当地地区以及市政府的府本部，我们都3级开设，现在密切在注意山区的茂林跟六龟的降雨量，我们在严格的警惕跟戒备之中。好，还有没有其他事？黄光芹质疑说，之前竞选没有什么宣传，您4000万，但这部分是不是没有呈报上来？我说过，我不是几个月前说过吗？大家到底有没有印象啊？是忘了吗？我说过的话都忘了吗？我说我有收这4000万，我退出政坛，忘了吗？要继续黑韩国瑜吗？我再说一遍，黑韩国瑜到底要黑到什么程度？3、4个月前我讲过，我收了这笔钱，我退出政坛。今天我再说一遍，我退出政坛，听清楚了吗？黑韩的目的何在呢？每一天、每1分钟、每1秒都在黑。我们竞选总部，大家来捐献，说我拿钱去买面膜跟高粱酒，我们会做这种事情吗？没有做，是人家捐了面膜、捐了矿泉水、捐了饼干、捐了高粱酒，我们把它记起来，再开一个收据出去，谢谢你。然后说我来买高粱酒跟面膜，尽可能抹黑韩国瑜，抹得越爽越好，而且抹韩国瑜名利双收。但是你要讲真的嘛？你如果是讲真的，我可以改进嘛。3、4个月前我讲过，收这4000万我退出政坛。今天我是国民党提出总统候选人，我再讲这么严厉的一句话，我退出政坛，
这还要再讲吗？到底黑韩要黑到什么程度呢？泥巴人还有3分土性呢。昨天这黑韩是什么？昨天新材的黑韩是什么？大家看，哦，韩国拿竞选的捐款去买高粱酒跟面膜。今天黑韩题目是什么？韩国不看公文，每一天都在黑。台湾民众要看清楚，蔡英文执政3年半，要告诉台湾民众，他的好在哪里。民进党执政不是告诉大家韩国瑜的坏在哪里。你是执政党，你运用各种周边资源，在对反对党总统候选人发动批判跟重伤，合理的没问题，我接受。但是你要告诉台湾人民，你执政3年半，你的好在哪里？希望民众继续投票给你的理由在哪里？你今天讲不出自己的好，不停的抹黑，讲韩国瑜的坏，这是台湾民主政治健康的发展吗？台湾民众要觉醒，今年2019年，明年2020年的投票，台湾人民会很清楚，一定要看到执政党执政4年来的好在哪里，而不是靠抹黑对手的坏在哪里。到今天，民进党到现在还搞不懂，台湾人民已经觉醒了。看看这些黑资料，2个字：夸张。好，谢谢。之前有说